台湾嘅夜市嘅嘛嘅旅游好卖，加点一出戏来看用的呢。去年呢，喺花莲嘅自强夜市有一只夜市嘅劇場，民眾用400元，夜市也算100個元，如是地現點現看，引起許多嘅注意團討論。其中一個參加嘅山東夜劇團，喺藝文之年過社會花蓮，2015年前路成立備約。一八二年團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內嘅工人好朋友團隊來合作，邀請花蓮各兩位嘅藝術家，還有當地嘅里長、居民推出嘅夜遊，喺荒野當中嘅6隻場景做6隻戲劇創作，利用導出冇到10分鐘嘅戲，觀眾同創作者、居民以為冇共用嘅連結，劇場也以為彩皮面貌。日頭天天呢落山呢，街路巷因那嘢講爸爸人來人去，俺不是頭花蓮呢街路巷係猛見後面，這項嘅到人家府面前開始吊燈籠，咖啡店每張都開始做生意。歡迎光臨，不好意思，今天比較晚開店，請問今天幾位？10位，那3位請先進來。條講用啲嘅款攤人客搶進入來坐，就偷偷留意啲人客嚟攞杯。要讓他進來嗎？原來佢係條講用，冇在個行橋下前熱，看到佢來到門檔台下，條講用唔掉用緊晒帳號。喂，我還沒下班呢。喂，我今天有班，我現在還在上班，我現在還在店裡上班。今天店裡有點。阿比啊，咖啡店就係一個劇場，愛見表演，分數也出去。人客除咗係觀眾，你可能愛參加演出。不好意思，對不起，對不起，不好意思，嚇到你。因為分手這件事情是不能虛假，就是我在練習那個東西要那麼重那麼重，然後每次我都希望是真實的，讓那個大家能夠感覺到，所以我覺得他的功課又更不一樣一些，就是要那麼重複，可是你又要那麼去處理到真實的部分，我覺得是蠻耗體力的，就是你要怎麼做才會是每一場都有給到他們一樣的分量的東西。離開嘅咖啡店，幾千人行業鐵門嘅關燈嘅嘢幅度，大家坐啲碰燈空。男主人啲嘅做鳳頭湯，結果做夜波鳳頭湯做天醋會上到麥街。男主人還邀請一啲觀眾來同佢共下做，一兩年出得啲嘅地度，大家還做得啲天使行對無共用角度來看夜場表演。我覺得觀眾也喜歡看到自己出現在熒光幕裡面吧，就是有不同觀看的角度，他可以看現場的演出，那他也可以，就其他觀眾也可以看到，就是朋友在鏡頭裡面，然後被投射出來。從安尼我哋參加人，啱不時頭拿定地圖喺空氣度穿上穿下，啲人家屋下看表演。唔但唱啲花蓮係頭一擺，一到年每晚是有安尼嘅經驗，都知道當新鮮。從第一場開始，就是每進去之前都會說好好玩，好好玩，出來就覺得好好玩。對，我覺得這個其實如果花蓮就是有這種小的不同的戲劇的，就是一直慢慢的發生。它或許它不是一個專業劇場的表演，但是它其實可以在人民生活裡面，然後可以有一些漣漪，或者是說啊，原來花蓮原來這麼有趣。那我覺得夜遊最大的不同是還是我們是有安排的。不管是整個觀眾走動的路線，還是觀眾看戲的內容，創作者比較大的挑戰是他一個人要對7、8個人以上，就是那個對表演上來講，如何去做切換，然後怎麼樣還是讓其中1位觀眾或者2位觀眾是融入在那個劇情裡面。好，那8點半就會到金三角。鄭書涵係花蓮山東夜表演坊嘅團長，未係夜擺也以為導演同編劇。夜擺是下邊各兩邊嘅藝術工作者，用愛情來做主題，伴做6個微笑嚟表演，主要都係啲結尾語。希望觀眾來到夜，會有一個有聽有夢識經驗各位安補石頭。那我希望說，我可以用比較親近的故事，讓觀眾可以重新走入狗仔尾。
然后对他们来讲也不是一个太负担的主题，所以就觉得爱情这件事情，我们有很多过去的回忆跟未来的期许是最适合放在这个上面的。这时候就走进了这个社区，然后在社区又发现有不同的年轻的或者一些剧场的表演，我觉得对这个地方的感觉又有不太一样。可能像是白天走过去的时候会觉得，上次在这里看的表演，然后它就变成一个特殊的记忆。从野游安尼嘅表演方式同菜地空間環境結合，加到並唔係頭一個座位。唔過啲國內唔多人做，啲花蓮行下去頭一擺。其實不有野遊一種方式，頭下馬係事業東華大學嘅學生嘅想出來嘅。在10點這一刻，店家關門了之後，宵夜店又起來，所以其實晚上是一個還蠻有趣的時間點。然後我們也會覺得說，那這麼有趣的時間點，為什麼不能晚上看戲？對，因為我們都很喜歡看戲，然後就覺得說，那不如就在花蓮做一場晚上的看戲的這樣子的事情。對，小心哦，這邊地板有點暗哦。故作是嘅好看表演嘅社媒大學生，就同基建啲花蓮成立15年嘅山東亞表演坊向下合作，規劃嘅1年對青頭線嘅安普石頭單元其實好了解，因此今年按樣嘅嚟做，都見怎麼遊也係野遊。我們最希望就是觀眾能夠自己發現這個社區的美好，所以我們就是發個地圖，你想怎麼走就怎麼走。那最後發現能夠配合我們集中在成功街上面，所以我們路線就是以花創為中心，然後走到成功街分成2條。用花蓮文創中心來做野遊嘅戲劇點，其中24棟野，唔單止係野遊團出嘅基地。也是其中一個表演的場地。我們有一個 party， 然後加上一個夜遊花蓮老街這樣子一個行動的劇院，是一個很好的體驗。而且呢，對我們現在花蓮老街來講的居民，它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跟傳統跟現代做結合的一個模式。可以聽得見嗎？夏天下午2點。有人做有人看，就係表演。大家做菜都唔係劇場，為按你吃按你做，對創作者來講都係頭一擺。這邊的空間不是我們一般熟悉的舞台嘛，就是你要呈現的是可以跟這個空間搭配你想要講的故事，其實是很難做得到的，因為可能這個空間不一定是符合你的需求，所以我覺得在這一方面有給我一些比較多的一些挑戰跟問題，這樣子。你喝了嗎？我也喝了紅豆湯。我曾經搭出去都短短的就還冇到10分鐘，愛觀眾來看表演，唔好有乜嘅壓力。每當日就會行業表演的氣氛度，沒了解到表演的內涵。比較隱喻，然後比較是物品連結的方式，讓觀眾自己去找線索，但是每個片段又是各自獨立，所以他可以在享受在這個故事之後，遊走在那個空間，可以再細細的去品味說，哦，原來我在告白看到的紅豆，是不是也就是相思煮的那個紅豆？對，然後我在見證裡面看到的當鋪的前面的2個女主角，他們在戴的那個項鏈，是不是就是分手的那個項鏈？希望他進來，然後不只是我好像給他什麼，而是他能夠放下心防的體驗到演員給他的情緒，然後是溫柔的，是難過的那個東西，他是可以很舒服的吞咽進去，而不是我強塞給他。紅豆啊，就是我沒想太次，就會丟1顆下去，不知不覺啊，就變成這樣子了。而講講嘅嘢，馮體位體位為係愛，搭團前搭團相互意外，做呢個都係同對方講出自家意思過後爭開始，一當中會經過同樣咩感，未會要吊掛同小啲，唔是個未怕會知道一間嘅講唔出在。故作觀眾啲看演出個拍間下，就會批評創作者強下來練講相關條度嘅話，就唔會叫叫扭扭，會勇敢講出來。我愛你啊！
太害羞了。刚开始的时候就想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那可是上去之后，既然要演的话，就把它演好吧。我们这种互动式的剧场的差异就是说，观众会觉得，我也在里面。你会觉得说你责无旁贷，你就是会在那个其中，你会期待说，我待会会不会也跟这个演员会有什么互动产生，什么火花产生这样。无马界 TPA 也派提为补摆，人家舞卡就是表演的场地。当开朗的舞主爸爸咪是表演者，其作为样时也在角色，就是真真实实的佢。那我本身自己现在就有在摄影。我跟他互动，就是他到了一个高潮点的时候，我就会切入一段音乐，然后突然切入，然后告诉新人说：“看这边，看这边，我要摄影这样子。”然后让观众会有那种就是惊讶感，说怎么后面还有人出现，然后为什么剧情演变到这里了？下来正早晚行到1樓，兩位的舞主自家啲嘅主嘉賓。拍攝大部幕後看到嘅剪影，行過談到嘅聲，就會記給同志嘅心情。有點像獨白吧，或是一個情緒的衝突的情境。那不管是那些甜言蜜語，還是很傷人的話語，其實在我們的眼中看來，或是在我們的耳中聽來，其實它都不是一個很永恆的。對，那我們就想要借由我們用聲音跟肢體的方式，把這個衝突在戀愛之中的這些話語的不永恆的衝突，把它顯示出來。他是如此確定並相信着，但那些我們發出聲音的愛也好。九位面是喺花蓮嘅風花期同鬧熱，鬧熱嘅講件掉下台過後，就連20頭空氣都沒冇乜嘅熱，暗部時頭行下涼清。一班也有團隊就到亞打北嚟做主要嘅表演場地，帶領觀眾去到頭八嘅風花期穿上穿下。那結合在地，然後還有反映出花蓮這邊的一個溝仔尾這個地區居民的一些生活樣貌。對，而且它是直接進入到民宅裡面，其實那樣子是非常貼近的，貼近這邊的在地生活，讓一般人對高尾的印象不再僅限於就是說風化區，因為叫尾群島5倍的原因，外來的人，他把他們的習慣、風俗習慣帶到我們這個地方來，那就變成我們這裡人文薈萃。行高大嘅無同樣嘅場景，可能一出又一出嘅表演，行啊行嘅行到為黎明辦公室，剛成27年，李宗伯還係啲嘅同大家夫婦。如何找到新的人呢？一般呢，就是抽一支籤，抽。是唔過今明日佢同山東也表演房嘅盤，唔但唱會同觀眾嘅嘗試，佢行為大家對九位面有全新嘅認識。能夠讓人家知道花蓮絕對不是沙漠。這種機會到那裡去找，作為一個花蓮的人，作為一個高尾的人，給我們原因，我們不把握這個機會，那就太可惜了。一輩子都是住在那邊的鄰居，然後他就是有跟我們分享說，哦，他覺得這樣子還不錯，因為從前那邊有很多戲院，然後現在我們又把人潮帶回來，然後就是讓他們有那種更特別的感覺。同時鋪來比80人較限定有機會去參加藝文活動，唔是講咩唔會固定出錢去看表演，就算安尼唔會做出物界，一群後生人還可以同好談彼此，咩潛到點家強化合作來補擺做展演嘅空間。看起來就是平凡嘅生活，出強因當然看到嘅無同樣嘅地方，不過人家就做安排人啲地位。我希望佢喺度講行出去了，行出去，佢喺度會看到佢喺度神化，佢喺度身邊嘅人，佢喺度身邊嘅空間，去想講也有乜嘅目標樣。現在假係劇場嘅元素，一擺啲花蓮嘅要求就係全無同樣嘅體驗，因為彩電人嘅參加，劇場就可以到彩電嘅樣嘅，咩唔單止係表演嘅人嘅事情聽聽，第二份子嘅較社會花蓮。大幫安尼嘅創意內容，無聽錯會建造建參用，發展出花蓮亞洲有嘅劇場文化，韓國藝術形式。